咁我係上一年嘅9月份係做呢個眾包嘅，但係我都係之前一份工。咁今次點解要講一講做眾包嘅嘢？因為喺呢段時間入邊，咁我做眾包，其實每日都可以做到200蚊嘅。咁我甚至都聽到人哋講話，佢都係做到300蚊，但係佢用嘅時間係非常之長嘅，可能係會做成16個鐘。咁我大概都係做夠，反正夠200蚊嘅時候，我都基本上會落線，即係我需要有翻自己嘅私人時間喺度。咁我覺得喺做眾包，其實喺特別喺廣東嘅話，係可能比其他省份相對會好一啲，因為佢個單價係相對會高一啲嘅。我都聽到好多嗰啲博主都講話，即係一個月可以諗到9000零蚊到10000蚊到15000蚊，我認為係有可能，因為好多大神嘅話，佢對路線係非常之熟悉，所以佢做得到呢個價錢，我認為都好正常。但係我係一個比較懶嘅人，所以都係正正常常做大概200零蚊。當然我都試過係做到300蚊左右，但係就會相對會好辛苦，你會用1日嘅時間會去做呢個外賣。當然其實你做嘅時間越長嘅話，個危險程度嘅風險都係非常之高。一般我係雨天都唔會做嘅，因為佢係打橫。我之前都試過喺環市路嗰陣時候，咁啱喺一個 T 字位台車咁轉出嚟嗰陣時候，我又直行緊，咁我係由2隻腳撐住個地面先可以剎住。所以即係大家係做眾包嘅兄弟或者姊妹，你哋都要注意，即係落雨天嘅話都係唔好㗎，一定係注意安全。咁係非常之危險，所以我一般都唔會喺雨天度做，甚至乎你喺雨天會淋雨嘅話咧，就即係容易對身體會有病。即係其實有時候做眾包嘅話，咁當然都係一份好嘅收入啦。不過最主要嘅一點就係開田雞嗰陣時，一定要注意啲老人家或者係啲靚女嘅靚姐咁樣，佢踩單車或者佢開電雞嗰陣時候，佢可能即係嗰個安全意識都冇咁高，所以各位嗰啲做眾包嘅兄弟姊妹們咧，一定要多加注意一啲。其實因為我有時候會2個平台都會做，我做美團同埋嗰個餓了麼。因為咁樣做嘅情況下咧，有個好處，有時候佢哋個價係唔一樣嘅。咁我認為做美團嗰陣時候咧，應該早上做相對好一啲。咁着死嘅話，就應該係中午高峰時期做相對會好一啲。因為如果你係餓了麼，講錯口嘛。咁如果你係做美團嘅話，你超時咗一單6分鐘以上嘅情況下，佢會係扣你6分嘅安進分。咁如果你扣晒嘅話，你就要去線下學習，所以即係非常之浪費時間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咧，你哋即係盡量做嘢嗰陣時候，做2個平台相對會好一啲咯。即係唔會話我要抽時間去學習啦。咁餓了麼佢都會要嘅，咁就相對會比美團冇咁嚴格啦。咁呢個視頻就講到呢度先，下次見。